继续来到屏东的车城，有一个网络签到的集团，秘伫咧当地真偏僻一间民宿。高雄的警方接到线报，马上出动，抓到20个成员，内底有10个是逃走的外籍移工。这个主嫌请因伫咧网络顶，甲家己国家的同胞来骗钱，先入到打才3个月，就骗到新台币400多万。 抢劫机师特勤中队全副武装去到屏东这间较偏僻人家厝，弄破门冲入去。趴下！趴下！后门嘛包围起来，无人走会去。这人牵涉到千把诈骗，拢互警方压制，拢袂使顶动。手抱头，不要动。伫屏东茶城这个民宿是网络千把集团的基地，特别所在是比例20个人内面12个是有外国身份，其中10个佫是逃走移工。来雇佣一些外籍的移工来操作他们在里面架设的一些电脑的设备，用越南的赌博网站来请这些渔工，他们会来跟他们的乡亲来招揽他们来进入这个网站来赌博。原来这个强暴集团专门招外籍移工伫网络顶面，就因家己国家的乡亲来伫播，成立3个多月，得利超过100万。那经过我们监视电脑资料，从9月到现在，他们大概下这个赌注的金额大概有35亿，大概合台币500万元左右。因为诈骗集团拢是吸收本国人，即马连逃走移工拢吸收，警方呼吁在台移工真正涉入网络甲来路不明的群组，若有发现问题，一定要甲警方检举。